呢次由大灣區水靈大眼甜爆美少女陶陶帶我潮哥上廣州，今次潮哥吹水篇要爆啦，我要吹爆廣州。潮哥吹水篇，吹到飛起，潮雨連燈要齊齊。Hello， 好朋友，大家好，現在係上午11點44分。而家我同阿美女陶陶咧就企喺呢個位置咧，係廣州嘅沙面。咁我哋尋晚經過一輪嘅美食之後咧，尋晚大家都瞓得好舒服，好鬆容。今朝我哋9點鐘集合咧，然後咧就係去咗呢個頂樓嗰度咧就食早餐。咁咧就食完早餐咧，我哋由呢個賓館行過嚟咧，就係就大概15分鐘到啦，咁就嚟到呢個沙面。沙面係好出名嘅地方。沙面呢，佢係屬於一個離島咧，叫做小離島。佢係屬於珠江三角洲嘅一個沙洲，而係嗰啲沖積物堆積而成，再加上人工嘅建築。好啦，沙面呢就非常出名嘅，入邊有150棟嘅古舊式嘅建築物。屬於係歐洲嘅哥德式係咁上下啦嚇，亦係舊陣時年代咧係屬於英法租界，入邊有好多領事館，亦有好多嘅銀行啦、大商行，差唔多可以咁講，佢係屬於呢個清末 sorry 啊，清末民國時代嘅一個嘅重要嘅一個嘅政商界嘅係地點嚟嘅。咁咧就到咗而家嚟計咧，佢仍然係非常之多嘅古老建築物喺度，好多人嚟嗰度打卡啊、參觀啊、遊覽啊，咁的確係好寫意嘅。我就係前日報名參加呢一個活動之前咧，我都同阿總指揮領導 Alan 哥咧，嗱，我又提起你，我中意提起你，咁咧就講咗㗎啦。我今次嚟咧個目的咧係遊覽為主嘅，拍攝為次嘅，真係，因為香港嚟講呢，我都呆咗好耐下，都好悶啊。咁啊，不妨嚟呢度行下玩下啦。咁我哋今日食完早餐行過嚟之後呢，沿途都幾好風光嘅，都好寫意嘅，真係。咁企喺我隔離呢，我呢就係唔使多講係邊位啊，大家都應該知㗎啦，係大灣區水靈大眼甜爆美少女。又是我，又是我。係首位㗎，嗱，佢係首位㗎，佢係水靈大眼甜爆係真係首位，反對無效嚇。咁就你睇下佢今日嘅裝扮幾靚，屬於50、60年代我就諗係屬於陳寶珠時代啊、邵芳芳啊嗰啲嚇睇下咁樣嘅時代㗎啦。你睇下你啊幾靚幾青春，咁變咗咧就係同埋佢一齊嚟呢一處地方咧，都係好適合嘅。我點解咁講呢？就因為即係我哋成班都講難聽，叫做老爺啊嘛。有一位咁青春嘅少女加入我哋呢個團隊，咁你又係咪充滿咗一個氣息呢？青春啊，青春呢係咪？你睇睇佢真係嗰個裝扮啊，嗰件衫好靚啊，好 colourful 啊。嗰條小嘅短褲仔呢，橙色嘅，行出街啊，萬人矚目。有2個原因，第一，個人靚咧就係唔再講㗎啦，萬人矚目。第二，套衫真係好特別，咁亦都係好適合我哋嘅團隊拍攝好朋友嘅一個嘅拍攝嘅目標。有好多點呢，佢哋佢哋剛才已經拍攝咗好多㗎啦。咁我都講咗㗎啦，我今日嚟係行為主嘅咧，我就反而拍得比較少，但係都係好開心。咁咧有少少補充呢，我哋尋晚住嗰一座大廈呢，我哋係要感受嗰個懷舊氣氛，即係可能人老咗呢就中意懷舊。尋晚嗰一座係愛群酒店，1937年成立，全個廣州最高嘅大廈。佢呢有旋轉餐廳嘅，咁係而家屬於係廣東省嘅重點保護嘅一個建築物。你哋嚟廣州玩呢，可以住6星酒店、5星酒店冇所謂，但係亦都不妨感受一下懷舊嘅風味。今日個早餐食得非常之舒服，價錢唔貴喎，38蚊。30幾蚊㗎。38蚊，香港你食唔到啊！又有點心，有豆漿，有咖啡，樣樣都有。
咁就咁有咩講啊？阿桃桃啊，大講兩句。家好，我是淘淘。今天呢，很開心呢，跟梁老師、Alan 老師還有薩格老師他們一起來到這個很漂亮的沙面拍攝。然後呢，我今天也是非常的開心啊，可以跟老師們共度這2天的拍攝之旅。好，我們把話筒交給梁老師。嗱，缺乏了一個什麼？下次呢，記得一點，帶個滅火筒來拍。滅火筒。咩同咩朋友係香港攝影達人嘅一個嘅專利嚟嘅，即係我哋絕對唔可以抄襲，因為抄襲咧就係唔係我哋嗰個嘅作風。咁就我有咩講翻啊？我有少少嘢想講喎，真係。我咧就突然間醒唔起，因為佢突然間剎那閃一閃，我有啲嘢係想講嘅。咁就好啦，咁我哋到此為止。我哋咧陣間拍完咧，我哋會去食一頓豐富嘅廣州嘅美味嘅生滾粥，唔係生滾粥，即係我哋要係食靚嘢。講漏咗一句，就係我哋呢一個團隊咧，拍攝團隊咧，即係大家都係合作無間、合作愉快㗎。咁我哋每一次約美女拍攝咧，我哋當美女都係一個好朋友咁樣看待㗎，即係我哋會噓寒問暖啊，熱啊潑扇啊，出汗就用紙巾抹汗啊，當好朋友咁，好似阿桃桃咁靚女，即係我哋都可以當咗佢係女兒咁樣辦㗎啦。其實冇辦法啦，即係我哋必定要一個遵守我嘅睇法，我哋要善待每一位模特兒，我哋千祈唔好代薄佢。係咪？因為善待模特兒咧，佢咧會自然會流露個好好嘅表現。咁其實係一種得着嚟嘅。所以咧，我亦都係勸喻啲咁嘅負責搞活動嘅朋友，你哋要善待模特兒，唔好刻薄，唔好刻薄嚇。佢因為佢哋為你謀利潤，為各團友、各影友係能夠係俾係佢哋有好靚嘅照片，模特兒係首要係佢一個功勞，功不可沒。我哋要當佢係好朋友。好，講到此為止，拜拜，拜拜，hello，拜拜，拜拜，好朋友。我咧就而家同埋各位嘅影友響呢個沙面上面一間餐廳，一邊喺上面，呢個名叫蘭桂坊，食泰國菜嘅。咁粵菜也有，粵菜和泰國菜都有。哦，原來都有埋粵菜，你睇下幾留心啊！所以話咧，年青人即係年青人，觀察力好強。好啦，咁咧臨入嚟之前嗱，咁就講翻轉頭啦。呢間餐廳咧，又係我哋嘅總指揮、總領隊 Alan 哥，佢話嚟呢間試下。咁我咧就係有一個要求嘅，我話嗱，若果冷氣唔夠咧，就寧願搭翻車出去食啦，因為食咧係好重要嘅，個環境嘅氣氛。如果冷氣唔夠咧，食得身頭身汗咧，我咧就寧願係唔食嘅。咁就講翻今一次嘅食品啦，有啲嘅餸菜咧係個靚女桃桃點嘅，點得好好喎，真係。今一次啲菜都真係好食，我真係估唔到廣州會有啲咁好嘅水準嘅泰式菜，真係廣州呢個名食在廣州真係絕對冇講錯。呢一餐都好滿意，我呢就叫咗個椰青水啦，清喉潤肺，靚女又整個係檸檬茶啦，亦都係大家都食得係好開心。咁就係總結今一次嘅行程呢，2天呢，我哋係拍咗2場嘅啫，係一個好輕鬆當一種遊閒嘅心態嚟拍攝。咁而我感覺到呢一樣咁嘅旅拍嘅形式呢，我係好欣賞嘅，因為攝影呢，我哋唔需要係喺呢個旅拍途中太過投入，太投入嘅攝影呢，你就忽略咗呢個人生嘅享受。人生嘅享受呢，吃喝玩樂4樣嘢。咁去旅拍呢，今一次個旅拍呢，達到呢個目標啦，吃喝玩樂加埋攝影，咁就變咗呢，今一次嘅天氣雖然係比較熱，
但係咧都有可接受嘅。我咁咧就我哋啱啱喺呢個蘭桂坊，唔係 sorry，喺沙面入邊咧入到一間咖啡廳入邊已經咧幾懷舊嘅。相信今一次各位師兄們咧都應該會大有收穫啦。咁我今一次比較悠閒啲，我講到明我上嚟係要享受，要悠閒，所以今一次我影個相真係唔多，因為我積存好多相都未人出。咁我哋今一餐食完之後咧，就陣間我哋會去由個領隊 Alan 哥，嗱我又提起你啦 Alan 哥啊，你好出名啊，又帶我哋去搭車翻去深圳羅湖啦嚇，即係當係。係啦，去唔到歐洲都去到廣州。咁其實廣州都係一個係好去處嚟嘅，好特別。他日等秋涼啦，我可能會自己一個人自由行呢個珠三角，先去順德食咗靚嘢先，然後再去佛山，再嚟廣州行。啊，講到呢度咧，我都要等阿靚女講翻兩句説話。靚女嚟，阿徒弟，等住上下鏡都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多啲出鏡，因為太甜啊，一甜到甜。真的甜過蜜糖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淘淘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我们为期2天的拍摄。现在是在我们最后一个吃饭的地方，这家店呢叫兰桂坊，它是做泰国菜跟粤菜的。我刚刚点完之后，还特意去大众点评软件上搜了一下他们家，原来他家也是一个大众点评的一个必吃榜。所以就是他们家的味道是真的很不错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吃，就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多来这家吃饭，觉得味道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那个广州之行呢就已经圆满结束了，和大家呢相处得非常的开心。跟老师们呢一起在广州吃了非常多的美食，真的很有口福。自己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，跟老师来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所以要感謝老師帶我來吃這些好吃的東西。好，我把話筒交給梁老師。如果老師沒來呢，你哋會聽到阿靚女講説話咧，好有文有路。因為其實佢呢個咁嘅形態，呢個作風嘅談吐咧，真係可以做呢個博主啦。即係我咁講㗎嚇，即係我因為我響網上嗰啲嘅形式我咧都唔係太熟悉，因為其實佢可以做呢個係宣傳大使啦，可以做親善大使啦。因為佢本身佢談吐好温文有禮，不但止笑容好甜美，亦都係嗰個外形各方面咧，真係唔可以有任何挑剔啦。而係個圖圖咧，佢係今年嘅畢業生，大學畢業生嚟㗎，所以話咧佢就係做呢個 model 拍攝咧，其實係第一為咗興趣啦，第二咧都賺少少外快幫補下。其實呢一啲咁嘅好學生咧，真係講真，佢真係話好難得，即係好值得尊敬呢一啲咁勤力嘅年青人，因為佢亦真係的確佢要付出佢嘅時間及佢嗰個努力去賺取佢嘅金錢。咁而啲咁嘅天氣嘅拍攝咧，其實係好辛苦嘅，身水身汗，幾個鐘頭嘅拍攝。好彩我哋班朋友咧都係好愛錫阿圖圖嘅，佢攰就叫佢唞唞。叫佢飲杯咖啡，就或者呻吟啦，一切都要係我哋要互動嘅形式咧，了解到 model 嘅需要，你先能夠拍到好嘅片。好啦，講到呢個環節咧，我又有少少心意俾我圖圖喎。喂，圖圖，俾少少心意你，俾少少心意我圖圖。哇，謝謝。其實咧就係攞個意頭。因為係始終都係雖然做 model 都係一種辛苦錢，各行各業都有佢個辛苦，做 model 都係一種辛苦嘅工作。咁就係好啦，講到今次呢一個情況為主，我今一次2天嘅旅拍咧，我講咗4場，係嘛？咁啊導演。
救翻啲三台。講一樣嘢，一定要恭喜 Alan 哥。話說今日中午前呢 Alan 哥拍完一次嘅視頻呢，就不小心呢，就遺失咗呢一個嘅拍攝器啊，嗰個名叫拍攝器啦嚇，真係好坦白，真係好感謝呢個沙面入邊嘅公安。Alan 哥佢同公安講咗，公安亦都係即時採行動，睇翻啲鏡頭，喺不同嗰個情況下呢，就令到嗰個攞走呢支咁嘅拍攝器嘅朋友咧，叫做啊，即係其實唔係我哋朋友嚟㗎，佢係攞翻出嚟。咁其實呢，喺我個心中睇，亦都相信有一句説話：人生嘅另一個開心事呢，就係失而復得。失而復得必有後福嘅。咁所以呢，我相信 Alan 哥呢，今次呢一個失而復得嘅拍攝器呢，令到佢將來會更加有多嘅福分。咁而今次呢一支嘅拍攝器呢，因為入邊內藏咗係3條片啊，應該有3條。咁其實嗰支拍攝器嘅價值唔係話好高，但係嗰條片入就係佢入邊有3條片呢，就係裝載着我哋美女有3條片。呢啲係用錢都買唔翻嘅視頻嚟嘅。咁所以呢，失而復得呢，都係一件開心事。恭喜 Alan 哥！好啦，説話太長，到此為止。有機會再吹水。多謝陶陶美女，多謝梁老師，多謝 Alan 哥，多謝各位好朋友一齊，令到我呢2天嘅行程我非常快樂，因為我呢就係都係唔怕講，因為早前因為係我母親嘅事呢，令到我唔能夠成日上深圳，亦都令到我個人係好辛苦，即係個情緒好困擾啊，好難受啊，非常之難受。咁所以呢，我知道Alan哥今次佢帶隊上嚟廣州玩幾日，出發前1天，我話喂Alan哥，我頂唔順啊，你呢侵唔侵我玩啊咁嘅，嚟啦咁所以今次呢2天個行程令到我個情緒係真係改善翻嘅。好，拜拜。